行動喺港九27個地段移走障礙物，重開紅棉路、德臣道同埋分域碼頭街等等嘅路段。有運輸業界就計劃入稟法院申請禁制令，要求佔領馬路嘅人，亦都有人去到金鐘道自行拆走佔領人士設置嘅路障，又有人用貨車。係另一批之後拖住鐵馬走向遮打道方向。嫌普通即性武器，因為佢鐵馬阻住好多人，佢唔拆啲馬過唔到條路嘅，係咪先？你係代表咩業界？我係代表我自己嚟嘅，發生嚟嘅。同一時間，幾個反佔領嘅市民亦都由中環遮打花園不斷響號聲援。有示威人士咧企圖攀過鐵馬進入被佔領嘅區域，協助反佔領嘅人士離開，但係有佔領人士不滿。離曬冇，你放佢走喎！我有6世啊，我唔一定要一刻拉人，知唔知啊？你睇下幾多先啊！有佔領人士就拆咗我哋好多車吊起馬路上面嘅鐵馬同路障，準備運走，但係俾示威者阻止。情況喺金鐘道、夏慤道同旺角佔領人士仍然聚集，更加有人運嚟到加固防線。政府已經拒絕佔領人士嘅要求，唔考慮開放重新加固、重新搭建。防線係需要做一個哨站嘅作用，去通報翻去之後，同旺角嘅麥花臣球場等等，政府嘅總廣場，學民思潮表示遺憾。當我哋嘅示威者不被開放，而家我哋嘅政府喺現場繼續有反對佔領嘅人指責走人士。大嘅障礙物，我呼籲示威人士唔好阻留，更加唔好衝擊警方。如果有任何人阻留，佢哋將走人士用鐵馬等緊設置嘅路障搬走，係唔排除使用7支撐長嘅鐵架。集會人士嘗試阻止，一個男人就用刀將鐵架上面嘅布割斷。警方曾經派出帶備警告橫額嘅警員到場增援，現場嘅氣氛一度緊張。過咗呢度啦，我哋睇翻現場嘅啫，唔係話有咩特別行動嘅，有飛脱攝影機亦都攔咗，佢不停指罵，咁我就嘗試影佢啦。咁但係影佢嘅時候咧，佢就嘗試阻止我示威者，跟住咧佢就打咗我一拳嘅。咁打咗第一拳之後，記者喺採訪嘅時候受到保證單車入到去範圍，之後用擔架將佢抬到去眼。朝早大批警員